稅務小知識，今日同大家分享六大交易標誌。根據香港稅務條例，任何人喺香港從事貿易、業務或者職業所得嘅收入，都需繳納利得稅。但係判斷某項交易係唔係屬於營業交易，即應課稅交易，並唔係總係直截了當嘅。為咗協助判斷應唔應課稅，法庭確立咗六大交易標誌 （Six Badges of Trade）。1. 交易嘅性質，考慮交易嘅性質同納稅人日常貿易、業務或者職業活動嘅關聯。如果交易嘅性質同納稅人嘅常規業務相似，則該交易更有可能被視為營業交易。例如，經常從事房地產買賣嘅人進行嘅一次性房屋銷售可能被視為營業交易。2. 持有期間，一般嚟講，持有資產時間越短，該交易越有可能被視為營業交易。相反，如果資產持有時間較長，則更有可能被視為投資交易而唔係營業交易。交易嘅目的，若購買資產嘅初衷即係轉售以獲取利潤，則該交易更可能被認定為營業交易。例如，若某人購買大量商品並喺短期內出售以賺取差價，則呢啲交易可能被視為營業交易。4. 獲利方式，如果交易涉及頻繁買賣同每筆交易均有利潤，則可能被認定為營業交易。呢種交易模式同普通商業活動相似，因此應納入營業交易範疇。5. 資金來源，如果資金嚟自外部借貸，且借貸嘅唯一目的係進行交易，則該交易更有可能被視為營業交易，因為這表明與納稅人有明確嘅交易計劃同盈利目的。6. 交易背景，需要考慮交易嘅背景同整體情況，包括交易嘅準備同安排。如果交易經過周密計劃同安排，並且同納稅人嘅日常貿易、業務或者職業活動有密切聯繫，則該交易更有可能被認定為營業交易。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